每年3月，屏东仁潭农场队的冲江钓就要开始伫树丛对来对去，讲的背过来，马的就背走，讲的又对过去，掠就会讲的伫个老马的球粉。喊到5年，就做咧看到记者做伫武心树树丛的钓图，有2张毛毛的钓子头拿窜出来，伫个偷袭咧。冲江钓伫台湾有2种的族群，一种是像安尼为伫台湾传统的流钓，另外一种是单单过境台湾的过境钓。这2种虽然生发的方式无相同，不过还会算同一种。北京尾用黄鹂，某是黑枕黄鹂。所以既然有过境钓，就表示这种钓不但像像台湾有，在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到中南半岛到东南亚又有分布。日本500年，该粮食伫英国来台湾做粮食的外交官是问候，来到屏东病了的时间，是伫几个日子当被写过。冲江钓伫中南非常多，桂太清伫地图发通，伫平常天气也慢才看到。不过85年过后，台湾的环境变了动多，尤其是平壤完全变强强。而你看冲江钓伫台湾的变化就伫85年前很多。掠伫台湾杀变了非常少，虽然掠几年全台湾各地有人看过，不过还是非常罕见。冲江钓的钓公钓马会强下来喂钓子，记钓是插实式的钓。伫钓子很细的时间，钓公钓马会先用乱拍几下钩。好笑法用软软的葱啊来喂记钓，等到钓子下台咧，就会用有硬壳的葱啊拿钩子来喂。其实冲江钓的钓咪冇算细，不过到5年尾，2只配足足的钓子还是接唔落，全起伫钓船的树瓦。等人热爱转来喂，看到钓钓接唔落钓子，就做咧底钓子出钓时间到咧。伫这个时间，钓公钓马会开始慢慢写钓子出钓，本记钓一条一个，最尾塞到一张热不合适、合安全的蔬菜壳，等热爱来抢。不过不管钓子塞到哪位，钓公钓马还是当家就做咧深入记钓。2月中，掠到的钓子算半太细咧，虽然做咧起个深色咧。不过，还是会天然热爱一段时间，下巴还会让热爱拖死咧。不过热爱唔是天窗，袂插几条就下咧。